人权活动家比拉什因为主张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突厥人的权利而被软禁，他再次受到审判。在首都诺尔苏丹的一个法庭上，他说，当他被警察逮捕时，警察强迫他认罪，并且他被警察折磨。他说，我一直主张东突厥斯坦哈萨克人的权利，并帮助在哈萨克斯坦避难的家庭。事实上，哈萨克斯坦政府逮捕了我，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法官裁定软禁已延长至2019年6月10日。迪兹杰市政府在阿萨尔河畔新建的东突厥斯坦公园进行了造林工作。迪兹杰市政府在阿萨尔河畔新建的东突厥斯坦公园进行了景观工作。公园管理局非常重视造林工程，他们种的树的种类和外观吸引了注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顿昨天表示，美国正出动林肯号航舰打击琼河一个轰炸机特遣队，以传达出清楚明白的讯息，那就是美国会反击伊朗对美国与盟邦利益发动的任何攻击。2名民众在斯里兰卡小镇奈戈波袭击穆斯林拥有的商店和车辆后被逮捕。该镇在复活节期间发生了针对天主教会的自杀式爆炸事件。奈戈波镇有数名穆斯林的住宅与车辆被破坏，暴民朝穆斯林商店扔掷石块，捣毁穆斯林住宅的家具、窗户，并掀翻汽车。警方发言人古纳斯·卡拉朱伊表示，这是2个人之间的私人问题，而非宗教冲突。暴力事件得到控制后，宵禁被解除，2人被捕。斋月第一天，位于北纬68度的俄罗斯穆尔曼斯克市，日出时间和开斋时间之间的时间为20小时45分钟。但是在南纬54度的阿根廷乌斯怀亚镇，从日出时间到开斋时间只需要11个小时。生活在北纬城市的穆斯林的进食时间比南部的要长。